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管家，欢迎收看7月5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根据统计，台南市到目前已经有4例本土天狗热的确定病例，加上这几天不是落大雨，就是出大日头，恐惊天狗热疫情的扩大，所以议员林美燕特别开记者会，烦恼无人管理的私人厝后狗，上界容易成为环境的死角，所以要求市府硬起来，加强检查，并且主动介入来清除蛀虫。为了防治天狗热，当防疫人员正无用喷药甲做助生员的清除同时，议员林美燕嘛发现有侪民众厝内后壁狗因环境真垃圾，因为属于私人的空间，民众如果平时无处理，恐惊会成为天狗热防疫的死角。对此，下午特别邀请民政、卫生甲环保单位共同探讨，要求比照过去高雄市美来巷道后壁狗来做全面的清理。整个登革热防患里面，我们虽然看到第一线的你们的辛苦，但是还原的过程中，我们也有看到它一些死角啦。一些死角就是一些三不管地带啦。整个的后面以及私人的领域里面，我们的公部门长期以来就是要求说，掏钱公高咱来公部门来处理，私高的部分这是私管，所以公家的资源不可以放在私人的角落里面、领域里面，这个我们赞成，但是往内底后壁最高长期以来的是大概就是一个环境的一个死角，你看。积水脏乱恶臭，还有瓶瓶罐罐，都就是囤积在后面的水沟。对此，卫生甲环保单位表示，因为民众厝内后壁狗过去拢是依照空地抗厝的住地条例，要求民众自行清理。如果无处理，就是查报、劝导甲开罚单。不过，伫咧防疫的第一时间，如果处理通报垃圾，民政单位将第一时间通知环保甲卫生单位派人进行导药，避免病媒网快速来繁殖。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虽然社会教育甲生活形态愈来愈多元，不过相对学生总处的比例嘛愈来愈悬，所以议员蔡小薇推动台南学童零总处的计划，透过记者会，呼吁更较侪优先的店家加入社区学习班，借此来引导学生重新回归正常的教育。议员蔡小薇表示，根据教育局的统计，台南市国中小中学生的学童目前大约有50-60位。虽然伫咧落倒的评比无算严重，不过伊认为每一位学童拢真重要，呼吁各界袂用有放弃的想法。因此，透过公司部门的合作，推动台南零中读的计划，呼吁各界更加侪优先店家会用加入中读学童的社区学习班。我们都不要放弃每一个学生的机会，我们可以尽全力的去辅导他，让他可以回到一个正规的一个教育体系。所以在这边也邀请教育局跟我们还有我们警察局来一起这个建构更完善的一个社会学习网，让我们的学生呢透过这些的计划，他可以重新再回到一个正规的教育体系。为了让中读学童适性的辅导，市府教育局对106年推动放心有我陪你，加社区师傅2个方案，推动至今总共有30间的优先店家加入，主要是提供中学生培养兴趣，加重新找回正常学校的教育。不过现场社区师傅嘛分享，其实这种的适性辅导拢是短暂的。长时间也是需要社工师的追踪，不过社区师傅嘛拢真愿意来付出，并且呼吁有更侪优先店家会用做伙来加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到立国民党第一选区立委选举的严东义，为了抗议初选不公，特别声明退出。不过，共党参选人蔡辉才认为初选一切照步来，顶多是对手无按照初选的规则出来乱，要求党部祭出动机。
国民党新营党部主委嘛是主力委员严东义表示，家己参选第一选区立委是要顾农渔业，将政府甲水利系统收回国有表达不满，但自从表态参选以后，处处受到无公平对待，所以抗议即摆市党部初选制度不公不义，表示将提出第一选区的党内初选，毋过嘛强调会持续勤走基层，听出民意。好的议员要留在地方，好好服务，因为他还有任期，希望能够让有心从事的党员同志，因为我入党40年了，希望借这个机会来呼吁，让有心从事这个服务工作的国民党员有个机会，不要没有新人来从事的话，这个就会断层希望这个机会。向党部呼吁，向各位广大民众呼吁。当然了，我也会继续在行走基层，民意在哪里我就在哪里，我会再继续再跑再走，我会倾听民意，到时候再跟各位做一个详细报告。面对参选人严东义抗议并提出党内初选，对此正式被征召的参选人蔡辉嘛表达不满，认为伊无遵守初选的规则，根本是出来乱的。可是党内初选前个礼拜，大家开会协调的是，大家交钱、交民调的钱、交保证金。那严东义的时间内底，无交钱，那没有其他候选人，那登记我已经办完，交民调的钱、交保证金，那就唯一成为我是登记要接受党部参加民调的一个候选人。那党部这个拜喜会。委员会通过开会，可是要征召我，参加第一选区立委候选人，然后报中央党部经过中常会通过以后，赶在7月28号党代表大会以前来征召我。我想这是既定的行程啦吼。那我们遗憾的是，严东义先生，一面话讲要民调，一面唔交钱。对此，市党部嘛回应，台南立委第一选区委员会已经决议以民调决定人选，但由于参选的严东义并无完成民调作业费甲保证金，所以呼吁由于参选的同志爱站责，若个后被讲话，将依照党纪处分。台南新闻军及何秋芳采访报道。对7月1号上路的酒驾新制，除了提高酒驾甲拒绝测试的罚款，同时嘛加入累犯的罚款并无上限，以及共车的朋友卖被处罚的规定。历史第一天暗时，台南嘛配合进行全国处地专案，伫这个重要路口大执法，呼吁驾驶人唔通酒后开车。累犯伊伫今年3月时阵通过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正案。加重了啉酒开车的处罚规定，伫7月1号开始实行。现在汽车驾驶若是啉酒开车超标，罚款将会调整成为3万块到12万，同时拒绝酒测也调整成为18万。除了加重罚款，驾驶若是持续酒后开车被抓到，罚款也会无上限的累积增加。1号暗时，警方嘛进行全国的大临检，台南的永华路嘛配合执行。针对即项的修法，敢有法度改善啉酒开车的状况，民众意见分歧。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差吧，因为其实会酒驾的人还是会酒驾，而且应该还蛮多人都不太知道其实有修法，或者是他会酒驾，其实就不太会去在乎吧。我觉得有差因为原本从9万如果罚到18万的话，这样子人家听到这个价钱应该也不会想去酒驾吧。同时，即届嘛加上共车民众连坐处罚的规定。除了70岁以上、身体障碍，也则是汽车运输业的人客以外，将会罚款600块以上、3000块以下。侪民众拢表示认同，但是也有部分的民众烦恼，如果唔知影司机有啉酒，就被处罚，安尼实在是无法度接受。我觉得如果有这个连坐法，我不知道我朋友喝酒的话，这样我被罚，我会罚得很冤枉。觉得酒驾的新法上路之后是越来越严格，然后其中的连坐法那一条，我觉得是蛮应该的，因为如果你朋友自己喝酒开车的话，你是同乘客的话，你也需要去制止他，而不是放纵他这样。即届的修法嘛，将电动自行车甲脚踏车加入酒后开车的行列，希望会使有效减少事故的发生，维护用路人的安全，打造更加优质的交通环境。但新闻国报以采访报道。
先用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人爱读册。台南顶级游玩的庙宇就超过1600外间，每一个砖头拢属于家己的信仰。市府为了推广宗教文化观光，和外国游客来台南买当认识庙宇文化，所以民政局特别举办用英语来了解新名甲庙宇的3分钟演说比赛。下面就做伙来看蓝天坤大天宫的比赛现场。Matu Temple, a temple with about 350 years of history. The first Matu Temple. 第一个登场的安平开台天后宫，透过栽培西门国小小小解说员甲外国人的对话，3分钟内生动活泼的演说行动剧，已经让后边参赛队伍有真大压力。这摆台南参与庙宇文化英语比赛寺庙有重庆市大观亭书店行政局以及鹿里门圣母庙等总共10间报名参加。其中5位替会长马伊甲所有团体翕相留念，肯定庙方人员自我训练英语能力，或是甲社区、甲学校结合来栽培解说人员的用心。让外国人更能够有机会接触到我们传统的宗教文化。因此呢，我觉得其实这个活动，之前有在天坛大天后宫，我们在南鲲生太天府也举办。总之，让一些各大庙宇起带头作用，能够让我们的庙宇文化更加的国际化啊。那我们觉得其实这部分从好笑看起来很好玩的这个活动里面。我觉得其实有文化传承的意义，我们也呼吁，也希望我们台南市政府，我们还陆续跟各大公庙来合作。民政局表示，目前全市乡议辅导的庙宇有17间，每一档拢寺庙申请乡议友善环境计划，所以不止签诗有英文、日文，现在更是要让新民讲英文买通，和外国朋友来台南观光的时，买当深入了解庙宇文化。提升宗教文化观光的知名度。台南新闻管及何强邦采访报道。这几档来台湾工作、读册、旅游的伊斯兰教信徒愈来愈多，相对因宗教信仰需求嘛愈受到重视，所以圣大病院伫校友的赞助，伫大院大楼设立了一个穆斯林祈祷室，国可上午正式甲拜客用。伊方表示，未来嘛将规划更加完善的宗教友善环境。圣大病院是台南重要的医疗中心之一，也因为这几年来台湾的穆斯林数量愈来愈多，为了提供因一个祈祷的空间，医方特别伫2楼设立了穆斯林的祈祷空间，5号上午正式来甲拜启用。圣大病院院长表示，未来将会持续建设更加完善的宗教区。提供所有信仰的民众一个友善的空间。穆斯林的朋友在台湾的工作生活相当的多，在医院里面，我们也都需要很多穆斯林朋友的帮忙。那医院除了照顾病人的身体的需求以外呢，我想心灵的需求也是相当重要的。那祈祷室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让朋友、病友或是穆斯林的朋友呢，在身心灵方面呢，都能够得到一点调适跟舒畅。那我们这个小小的空间呢，大概只有3坪大。那希望这是一个开始。那我们以后在医院的这个4楼的扩建计划里面呢，我们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宗教区。
能够满足除了穆斯林以外的其他宗教朋友的一个需求。这届祈祷室的成立是由着成大的校友郑汉烈所关键的，因为伊的企业伫印尼，同时印尼也有真侪穆斯林，所以希望会使帮助成大病院内底的教徒有一个放松心灵的空间。今天我非常高兴啊，来这个跟院长来主持这个节目，这个穆斯林的祈祷室，因为现在东南亚还是可能从其他国家非常多的穆斯林穆斯林教的人来这里实习，还是学习，还是一些病人，所以我希望他们有个祈祷室的话，他们可以安心在这里祈祷，而且是为以后回到那个各地方的国家的时候，他们至少可以讲我们台湾是在非常尊敬各种宗教。虽然这祈祷室的空间只有3坪，但是全部的设备拢非常的齐全，包括事前清洗身躯的设备、甲祈祷用的礼拜毯、可兰经等等，拢全部有准备。同时，这也让成大病院成为南部第一间成立穆斯林祈祷室的病院。但是，新闻国采访报道。加比河里面原因，除了三地关系以外，另外一个上大的关键就是背加比岛的技术。对此，台湾就有一位加比高人吴英海，家己研发出利用土饵来背加比岛，背出来加比特别芳醇好入后，请一个加比味真容品尝。用土饵来烘加比岛发明人吴英海，因为早年学习倒个对着灰仔冻高温个透开，而且无金属怪味的特性相当介意，所以20年前就开始利用土饵来烘加比岛，成为世界首创。伊直到2年前开了加比厅，就想要将这款好滋味，互更较侪人品尝。因为我喜欢喝茶，而且我卖陶艺，学陶艺，所以我那时候在85年开始就请我老师戴竹溪老师来做一个陶瓮的烘焙机那时候就原型机就由我老师那个戴竹溪制作成的一个陶瓮烘焙机我烘出来的咖啡豆比金属烘焙烘出来的咖啡豆还要来得好喝。甲 stainless 的机器所烘出来的豆仔，用土饵烘出来味特别甘甜顺口，再有微微啊水果香。果香味，然后它味道也比较浓一点。那它入口之后呢，有回甘，就像我们喝茶叶那样，入好的咖啡，它一样就跟茶叶一样是回甘的。我们用这个陶去烘咖啡豆，它不会有金属气的挥发游离子，也不会去污染咖啡豆。然后再加上我们陶瓮烘焙机的设计，它是用瓦斯去烧陶，用陶的远红外线的辐射呢去烘我们的咖啡豆，所以也没有引热空气进去，也没有用直火下去直接烘焙咖啡豆，所以它也没有瓦斯废气。为了追求完美，发明人吴英海2年前将机器进行了20摆改良，最后嘛将这个设备送到中央标准局申请，并且通过专利。未来嘛考虑将这个台湾发明的土饵烘豆机推广到世界各地。台湾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湾历史博物馆甲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双方期待透过学术研究甲博物馆的实务工作来进行交流，所以特别签署合作，嘛期待将全台29座原住民族的地方文化馆推广给全台湾的民众来认识。在原住民的表演之下，为这届的合作备忘录签署揭开序幕。这届由着台湾历史博物馆甲原住民族委员会原住民发展中心的合作。双方将会做学术的交流，共同落实以台湾为主体的相关研究，同时也将会由台湾历史博物馆提供专业的资源，来协助原住民发展中心所辅导的全国29座的原住民地方文化馆。台史博跟另外3个大的那个国立博物馆就是在台北的台湾博物馆，在台中的自然科学博物馆，跟在台东的史前博物馆。我们这个4个大的馆呢，一起来协助这个原民会下面的29个这个地方文化馆，因为地方文化馆都很小但可能就是1个馆员或2个馆员，那他们在研究、典藏、展示或者是教育推广的资源有限，那我们这4个大馆呢，可以来协助他们。那今天呢，我们就会是跟这个原民会的
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来签订这样的一个合作协议。我们这几个馆呢，大家一起来合作，那所有的资源呢，我们可以共享，可以相互协助，那么可以用不同的观点来看台湾的历史。那我会最希望呢，那个有朝一日可以这29个原住民族的地方文化馆呢，可以来在台史博里面设一个展呢，就是从原住民的观点怎么来看台湾的历史文化。我想会跟我们习以为常，在我们的教科书里面看到汉人的观点会非常的不一样。未来嘛，将会规划典藏实习的课程，希望透过做中学、学中做的参与式学习，由馆内专业的人员带领讲解甲操作，让实习的人员实际来参与本馆的工作。暑假期间嘛，将会规划展示工作坊，带领地方文化馆的馆员进行测点规划的学习，共同来推动原住民的文化，和全台湾熟悉。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我在天气如何？下边做回来关心。明仔是坐云底将准好，现在是雷好天气，温度28度到32度，落雨记录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7月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